6:18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新田摘橘子。好早，走吧。这样子，他们说早出晚归，cái cha chi thần thâu này còn gì khác hơn à? 嘿啊， OK， 你再把那个翻出啊！哎，你给我了。没办法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看，这个不行。他们。我会买一打呀。会去，我会去。你会拍吗？先到那边哦。哦，不行，危险。危险。往后没关系，前部到后，需要一点点。那你要转弯。
个子高，不让楼梯，所以还是有好处。那我们就要爬上去了，要爬树了。那你不用爬树，站着就可以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。大的下水了，怎么办？那很简单嘛。是我的错。你很简单，那个前面把它锯掉一点点就好了。啊，比你讲这个桥啊，做器材哈。下面你夹夹这个外夹，夹夹，我就啊，伊教了我就来载啊。伊讲你无要载我，我讲你无要载我，就后个载，因为教明仔载嘛教无偌济啊。可以。开。都灰尘，你走开。水果。不要放手哎。那个水果清洗被那个规格的检查了。不呢？那个对了，要规格你看哦。你看跑进去了，你看有。下班走快，那个按钮单愈来愈紧啊，下来愈紧啊，越来越快，啊做比较慢速到开始快速越来越更快，做法更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什么都要学。对呀。都要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都要学习。没错。看一下。我用记的就好了。好了，不要了，休息。哎，你看，好多。
应该是冬天。对呀、而且像夏天一样啊。这个这，来打沙。我上面调一下咯，都可以改。我在这里打，在这个干啥了？